保持住咁嘅狀態，有機會攞埋呢一局啊！今日失得緊要啊！係啦，出界同斜幾。14-9。即係咁樣，今日咁嘅作戰狀態一定係肯定係差㗎啦。不過問題咧，李宗偉真係頂唔頂到，接法都接得唔好。一接咧推出嚟個波，本身嘅動作咧就佢放慢，就俾對手睇啦，冇乜假動作。又冇乜心思嘅，即係好隨便咁推咧，但係就推出嚟弧度又麻麻地。陳金啊真係哇！而家見你攰攰地，仲生慢咗啊！板板睺住你。出咗界，真係都已經攻你3板喎，咁諗住攞分嘅啦。咁啊，趁你病攞你命啊！陣間見你，咦，散散地喎，哇，係咁加強個攻勢，有啲急咗個勢嘅聲叫。我見到陳金真係好有勁啊！啲波今日大把力啊！依家仲第一局拉完嗰板第一局嘅多拍咧，完全對佢冇影響。李宗偉都唔弱。一定要盡快追啦！如果李宗偉嗰邊就，你頭先都只可以話1人1分，從2進1都問啊！陳金都可能對啲觀眾仲係太過嘈啊，未準備好。係啦，殺失咗板。又有啲氣息咁啊！追翻近啦，攞咗3分㗎啦。睇下係咪頂得住啊？李宗偉嘅戰意。停一停對手先啊，咁就換個波。打翻穩啲先啊，陳金。哎呀，滾望過，好啦。順咗個波，即係滾網過，對方點撩都唔會撩得太靚㗎啦。係啦，好難挑得到後場㗎啦，一定呢啲波又。殺板勁嘅，咁個波梗係要換。應該就係13-16。係啦，出界半練得好好。差唔多波到嘅時候啊，突然間就收支板。今日波係好夠後嘅，今日啲波。好靚！哇，兩板唔係咁高嘅波啊，個頭勾得咁靚。第一板殺落嚟唔夠邊，第二板殺邊啲先，重板嘅。好靚，呢分攞到。Service over. 17-13。呢啲靚波攞分信心更大啊！好有機會啦，陳金一。
始終係見到佢個狀態比較好啊，即係體力充沛。好嘢，把握到呢個半場。Service over. 14-17. 又俾佢搏到個殺追身，攻嘅時候好夠膽攻嘅，陳金。好緊密啊！嗰啲攻勢，一攻咧佢唔停手咁嚟啊，所以唞唔到氣啊！真係一板接住一板。最近呢一輪係1人1分，咁變咗啊陳金係越嚟越近呢一個21呢個數字，爭3分啫，分數帶住4分。幾快，速度快得好緊要。大對角，追身大對角咁跑上嚟，2步半到咗網前掃。佢最尾個半步嘅調整做得好。我哋你都係放得靚嘅，所以都冇辦法啦呢個波。假動作啊，仲要呃。李宗偉有啲得地啊呢個波。係啦，啲手上波。20 match point 15。5個 match point， 陳金喺手上。陳金勝在一路可以保持住啊！你攞分，我攞分，唔俾你衝。最唔緊要㗎，正路地又係打分攞得。Service over. 16-20。初個網好貼啊，令到陳金冇辦法挑到後。一挑佢個波都已經碰到個網嘅。不過呢個階段要連衝多3分先得。相當難㗎啦，其實就陳金仲有力嘅，仲可以頂佢啊！哇！一路加快速度。哇！仲有哇！呢班精彩啊，真係精彩，好似冇㗎啦，真係仲頂到。哇！呢板犀利啊，真係咁多接得住。18-20。哇！真係冇得頂。李宗偉嘅防守，陳金真係都冇諗過佢最尾個板都仲過到。佢一路係壓住李宗偉㗎啦，你頭先個分波。如果真係又衝多分喎，爭2分啫，調轉李宗偉而家。終於贏翻次，唉！真係終於贏翻次，輸咗俾你5次。戰術用得好好啊，即係有備而戰啊！完全係陳金呢場波。睇佢狀態真係比起李宗偉好啦，李宗偉散咗。